这当时呢，读公啊，这些啊的呢，我们就当开始学啊的，我们就当开始学。一般呢，就今天晚上所要谈的，最主要是师姐有请 Kimberly 呢，就是教导大家怎么样来做禅坐、静坐。但呢，来的也那样大我做，但呢，解决的那些了。但是这样子的话呢，那就必须要请翻译来帮忙一下。解决的那些的呢，读书等开始搞了，但读书人怎么巧啊？这些。因为既然需要请到一个翻译来的话呢，那时间上我们就可以稍微长一点这样子。对，这当其他人说他那么三节不是个了啊，忙起三节了，电头员跟个卖印度，但呢三节个电把的个活动的，俺这读书有，解决有不中心了的呢，但呢我们些个我呢，开些学呢要帮到三松。所以就我心里面想呢，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缘，大家对佛法也都有一些信心跟喜好，那同时呢也有这样一个翻译可以来帮忙做一些个解说呢，所以呢就想在所谓的佛法这个部分，还有禅修的这个部分，然后给他做一些个讲解。那呢，看医生呢？但是对嘛，这个都看写个呀，就是看医生呢。那么为什么要谈到就是说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呢？那我们拿了样啊，你也搞得去的呢，弄个就去出错些拿了就个推些的用的哇，特别你也搞得到，有意思。就是说在这个3个月前呢，他也在台北这边一个职工高级的道场，那么开始有关于四身法的这个部分。有意思。天天告诉了，真的。开始给老多就个错，弄不懂也有了，老忙不了送意思。我那就个国真的些有吧，真的也不下个马上老东西。那么呢，当时呢，就有一些弟子讲呢，就在他们中心呢，他们也做这个四身法的修持好几年了，就是有在共修，但是对于四身法的那个意义，事实上并不是非常的了解。对，真的说个电动当弄把动要把怎么样吧？这当个活动都是最新的，要不都上不从上的那个让个送。所以呢，在当时呢，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感受，就是说，如果说真的对那样的一个法，那么自己有信心，而且有兴趣，真的想要去学习的话，那么在那个内容上面更深入的去理解，应该是会更好。对，那么参加吧，个的呢。去个人大赛个了，这当家庭不背的话，背没长，上天不讲不家庭不学的是，那么上天不去的。一般来讲呢，佛法内容呢是非常的广大的，非常浩瀚，可以讲是无量的这样。他的呢，第一个团大都是说多的，我去做东西都晓得，真的去就东西是。但是呢，把这是吧？现在第一个等你，看的是个找不中心的，请着我得是差的呀，的是家庭不要把第一个做，容易请着我得去就东西是吧？得差的呀，的是。但是呢，虽然说这么广大浩瀚的这些佛法，那么也可以呢以4句偈呢，然后整个把它浓缩在一起，就是说这么广大的这些法教呢，可以用4个句子呢，然后把这个主要的意义就含摄在里面。那第一个呢，粤语本呢，他写粤语，然后写粤语本呢，的汤不的呢，你这汤这没大把的意思的意思，去汤这没大把的意思的意思。那么这4个偈颂呢，句子最主要第一句就讲到说，所有一切有为法呢，它都是无常的。他这对等于读这些呢，确实啊，等于有把些了老我的是。那无论呢，你讲说它是所谓的有为法，或者是讲的法，它本身呢就是一种有，一种存有存在的这个含义这样。那对有个呢，究竟了对呢这个的嘛，都把个马几把些个去有把些。你稍微你东亚捏个嘛来些。
那么既然呢，一个东西、一个事物它有的话，那么一定有它的因缘等等而产生的，绝对不会说没有因没有缘，自己无端的就有了那样的一个事物。那他那这个难的呗，咱们来查过来的当，这个南京你嘛当大瓦拉说不咋干着，当俺就通的呀，蛮不需要啊，他这样的呢，说是主席个就进了店呢，说主席，哦，这边的查过了主席，那查着了，可能个就进，你们主席你们就进的，大瓦当干嘛啦说不他，他这样。可能就说主席个就进了店呢，就不要了。那么举例来讲呢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外在的这整个世界，山河大地，甚至日月星辰等等，所有这些呢，事实上都有构成或者促成这些个事物它自己的那些个成因，那些个因素，所以呢，才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这些个事物。哎，这个男性当俺这个他当通的呗，但你没跟着啊，就说也罢，对，这个男性个等你蹲住人，蹲住，这忙不，先通到了江西南的有办着我当，吃了的有得呗大当，把手当，都是啷个多啊，对的是当到呢，甚至跟着是也没那样，对的就就是一个就进了店的就需要来。同样的呢，就譬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所投身的、所处的，属于是人的这个世界。那么同样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畜生道，无论说海中的这些个畜生，或者是在陆地上面的老虎、狮子啊、牛羊等等的。那么所有这些所谓的有情生命呢，事实上他们也都有各自的这种因缘，显现出各种不同的这些六道的情境。对，就进了店呢，送我看的呢，我不去些越不严呢，对，用着没大不严不你不要的。因此呢，就谈到说，那么呢，所有由这些各种不同的因缘呢，那么所产生的所有一切的这些个事物、这些现象呢，那么它必然都是无常的。对，真的，当俺做，他俺做啥，对的噻，啥过了道的要的吧？对，那样就话讨论做好的，就话谈。那么，就像我们现在呢所居住的这个地球，我们说地球是圆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呢，它事实上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，在改变的。但是这个南京，俺就怕大的都热的说的呗，钱不。直播、电波这我需要的，各样就话讨论着了。因此呢，甚至就像我们所看到那个高山，看起来呢，那座高山它好像是非常坚固的，好像是不动不变的，但事实上呢，它也是刹那之间一直都在改变的。那边呢，咱们领地个土地呢，人就持续的，还没来了，还没来热就的。就举例来讲，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我们说最高的这个山就是喜马拉雅。那样当初的呢，没那讲做了头的，在那家个差价的做高用这讲的热的也冷了，我操。没把月把送了。事实上呢，这个喜马拉雅山脉，它也是呢，本来并没有那样的山脉，但是因为两个大地呢，欧亚板块等等两个板块呢，它冲撞挤压的缘故呢，所以才形成了这个山脉。对，真的这当努力现在真的要拖肉都要来些嘛的。一般来讲呢，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呢，它因为这样子板块挤压呢，它是一年每一年的越来越高这样。现在大陆那边来了，参考这叫的，我马上都现在就是现在吧。但是今年这个尼泊尔大地震的缘故呢，可能呢它就没有办法再长高，反而它就矮了下来，因为上面整个崩塌的。对，就话都他们真的啥过来的拖着的，上面的装着的，现在多的呀，俺是对的是怕见的呀。所以呢，如果再就是说更长远的去思维的话，到最后呢，我们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，它最后呢，它也会整个就坏损掉，毁坏掉。真的，他的
남바게 시에든 나주나니 시에는 근데 다도 요 로당 망보 요 랭점 대그레스 요 름보 대그레스 사콜라 도동 那么在佛法的观点当中讲呢，就这个世界，就是说我们呢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存活相当长的时间，这样子，也就是这个世界还能够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。 얘네야 때네 코리오 등산그 코리오 성적 초과도 깨제 시에는 내가 없어라 코리오 성적도 야보 마차 나 때네 사콜라는 조본 토리아게 년간 한다고 쓰는 따바게 자되게 도시 但是呢，从现代的科学环保的这方面来讨论的时候，常常会讲到说，如果呢我们不好好的去爱惜保护这个环境的话，那可能这个地球呢要毁损时间是相当快速的。 강 따라 두수 그런 통점표들이 마도 바게 잠번에 도도데 매반이 여반이 잭데 타마 메인도 세테는 니바지래 所以总之呢，就是说，就像这样子一个我们所住的这样的一个地球，那一开始呢，它也不是呢没有任何的原因呢，就突然之间产生这样的一个世界，然后就呢有了这个世界以后呢，它也不是说就这样子纯然不变的，就这样很坚固的这样一个地球在那个地方永远不会改变，不是这个样子。